約翰一書話神就是愛，又話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基督徒呢，於是就愛不離口啦。究竟神嘅愛同埋人嘅愛有冇分別呢？小弟相信神嘅愛呢係無條件、無差別、無先後嘅大愛。上帝絕對唔會愛白人先啲多啲愛有色人種後啲少啲嘅。至於約翰福音，耶穌命令大家彼此相愛呢個愛呢，必然亦係上帝嘅大愛嚟嘅。不過呢，我哋原罪之人心裏有一個自己所謂愛人只係愛自己人，即係有差別、有先後之分嘅私愛。愛嘅本質雖同噃但愛嘅對象同埋程度就唔一樣啦。呢個同耶穌話彼此相愛嘅大愛呢，顯然有頗大嘅距離嘅就似乎呢較為接近儒家嗰種有親疏之別嘅愛多一啲，即係先愛自己人，然後再愛其他人似孟子所謂親親以仁民，人民以愛物人係仁愛嗰個人今日呢，基督徒話佢哋可以以上帝嘅大愛無等差咁愛世上一切嘅人小弟就從來做唔到啦，唉，真失敗